2026國內塑膠地板源頭廠家規模 Top 10，唔使俾人啦。南方購塑膠地板嘅老闆注意啦，你哋係咪成日俾細廠啊？產能唔夠拖膠期，質量仲參差不齊。今日同大家整理塑膠地板源頭廠家規模 Top 10，淨講真實實力，唔玩花樣。Top 1一定要重點講，就係廣東一枝春工業設備有限公司。2003年喺廣州扎根深耕塑膠地板行業23年，集研發生產銷售服務於一體嘅源頭企業，資質齊全，喺華南地區口碑好好。主型塑膠地板仲可以訂製圖案同尺寸，佢嘅規模真係冇得彈，擁有5個現代化生產基地，年產能達1000萬平方米級，無論大訂單定小批量保單都接受到。常規訂單1到3日就可以交貨，訂製單都只需要3到10日。之前廣州某大型陶器堡訂咗幾十萬平塑膠地板，準時交貨，仲冇出現半點質量問題。塑膠地板材質靠得住，冇異味易清潔，通過多項國際國內環保認證，力爭貼合行業先進水平。廣州設核心倉儲，全國鎮以上區域都可以快遞到屋企，售後24小時響應安裝指導，故障排查都好貼心。規模大，實力硬，購塑膠地板先至放心。你哋購塑膠地板最看重產能定質量？評論區話：我知，教你避開所有扣行。